上好台湾囡仔的豆腐Part 2。时隔22年，全国中学运动会再度在古都台南举办，今晚将展开隆重开幕式。来自全国的年轻运动员将展开为期6天的激烈拼斗。今年是台南可以说是台南市的体育年，我们4月19号全中运，4月27号全大运。那这样子的话，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市民朋友更多关注，许多来自全台湾的各地的选手，一流的精英，能够带动整体的这个运动的水准。大家知道台南最好客，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最好的选手，也希望大家来台南，不只是看全中运的精彩表现，更是对于整个台南市的好山好水以及好景好物美食，大家尽情的享受。去年台南欢度建成400年，古都除了民风与传统美食，府城也一直是台湾体育重镇，孕育出无数国际知名的运动员哦。例如棒球好手王建民、陈金锋及郭宏志等大联盟好手，以及在国际赛中为国争光的优秀选手，如举重名将陈伟霖代表台湾勇夺2008北京奥运举重金牌。欢迎回来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看到拄则的开场，应该就约到阮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啊吧？无毋对，阮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全中运哦。今年的全中运伫咧几个礼拜前顺利结束咯。全中运伊的全名叫做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这个专门为国中生、高中生举办的全国运动比赛，每年拢会轮流伫咧全台湾各个县市举办。举办的地方拢会加入在地特色。今年是由台南举办，就加入台南的特色。那亲像即届的上顶、大湾甲甜甜。大湾就是以前台南的名字，甜甜是毋是互大家想到台南好食的物件呢？这两只可爱的上顶看起来就亲像是浮出水面的昆星，在拢充满了在地的特色。也毋过20多年前，台南嘛办过一摆哦。拄仔头前有讲到，因为每年每个县市拢会轮流举办，台湾本岛有22个县市，所以就是22年前啊。应该收看的少年朋友，有的拢还未出世。民国92年的时阵，咱台南市就是拄仔你讲的，迄个拄仔办迄个运动会，民国92年。92年以前，我伫中咧就食头路其实是已经去到迄个初中部去啊啦，正等于伫初中部10几年，伫遐做导师、做行政人员。了的时阵，我就离开体育界。但是民国91年，就是我足好记的5·1劳动节，我破体咧要去唱迄个教职员合唱团，阮人事主任伫迄个唱歌迄楼骹等我，讲校长咧叫我，我就去校长室。为校长室出来的时阵，我已经变成做迄个中学中学运动会举办竞赛组的举办者。我为着要办运动会，了解迄个竞赛规则，我逐本拢摕来背呢。
因为你若无了解竞赛规则，你竞赛组人来抗议，你唔知影嘛，对无？啊，所以我迄阵大暗拢抄伫遐咧背遐各种比赛的竞赛规定啦。伫遐背，读甲足熟的啦，逐本拢唔敢讲我背起来，其实嘛背袂起来啦。啊，读甲足熟的，逐本拢读甲足熟的，啊，重新去了解迄个比赛。大家敢知影全中运是安怎来的？上早会当讲到日本时代的学校竞技大会，当时主要是日本政府鼓励学校举办体育活动。伫咧第二届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来台湾，在1952年头一摆举办全省中等学校运动会，这就是全中运的前身。伫民国41年的时阵，教育部甲教育部甲台湾中学以上的学校举办一种运动会，叫做中学以上运动会。这就是包含的迄个大专运动会嘛，伫即内底啦。迄阵就分做省运，就是全省运动会。后来改做区运，台湾区运动会。这个省运就是伊分出来第二大的运动，就是中学以上运动会。一直到1969年，就是民国58年。伫民国58年阵，大专运动会独立，阵变做一个纯的台湾省中学运动会，迄阵叫做台湾省了才改做台湾全国运动会。伊的简单，伊的由来，伊的由来，伊的迄个改变就是安尼。这个运动会就是为着要提升为着要提升迄个咱台湾学生全国的高中迄个国校以上的学生的体能举办的运动会。一个体育活动的中间改了真侪摆的编排，最后伫咧2000年的时阵改做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然，主要嘛是要鼓励少年学生运动，同时变做培养台湾体育人才非常重要的平台。讲到运动比赛，大家应该真好奇有啥物比赛项目。若是早期比赛的项目较简单，迄年要办的项目有16个项目，16个项目。落尾搁小整有电竞、游泳、射箭、倒球、举重、网球。这个网球是包括软网甲硬网，就是咱咧讲的迄个耐死去软网，搁酷死去硬网，场地无共款哦。搁来就是排球，甲体操，甲羽毛球，甲柔道、跆拳道。甲迄个划船，咱台南市划船是重点的地区啦。咱的圣母庙遐拢是迄个咧划船，有这几项啦。随着时间的推进，一直到今嘛，比赛的项目已经超过20种以上咯。而且台湾这侪年来嘛开始有举办各种大小的比赛经验咯。设备是软体全，你着硬体拢有哦。你甲讲电竞好啊啦，电竞迄张顶仔的，古早顶仔的甲怎都无共款。即摆顶仔画迄个摩擦力比以前较细，比以前较细的阵，佮配合伊即摆改进的跑道嘛。所以你即马袂使穿伤长的钉仔，你会足大的摩擦力，但是问题你会滑倒，因为即马跑道弹性好，所以搁来讲一句真诶，阮迄时阵，阮咧办运动会迄时阵的场地设备，甲即马完全无共款。
像这种一年一摆的学生大型体育竞赛，其实是台湾体育人才选拔非常重要的舞台。真侪运动员会当趁这个机会展现家己，在国际上真出名的选手，若亲像杨俊翰、戴资颖，拢是对这条路行出来的。现代囡仔，你若有想要行入运动员这条，你爱比别人付出较济。因为你需要训练，搁过来，伊运动的意志力，你嘛爱去培养。伊有真正足强的向心，要食到这个足好的选手。第一，伊爱有真好的条件，过来，咱常常拢会甲囡仔要求，你爱安怎？你要求的元素用鼓励，莫甲嫌，愈嫌到尾啊，一个运动天才，无定变做无成就。上重要的是，咱外口的朋友、家长、师长，拢爱互伊鼓励，互伊鼓励。一个坐伫板凳上的，我有讲的，坐伫板凳上的球员，无定是日后上好的裁判甲教练嘛。你甲鼓励，你无需要去甲看轻。
这个活动就亲像是学生运动员为更较悬的运动比赛所做的准备，是为着努力前进全运会、亚运，甚至是奥运的重要起点。毋但如此，发展到今仔日已经成为一个结合文化甲体育的全国活动咯。好咯，今仔日的故事就讲到这咧，大家有更较了解全中运的历史发展无？后一集，咱要带大家转去看台湾骹球上精彩的年代。你知影无？1920年代台湾踢骹球是足热烈的代志，观众嘛拢大声加油，气氛真赞。不过，你敢有想过，今仔日若讲到骹球，大家拢会感觉，骹球敢若甲台湾无啥物关系呢？后一集。咱就要来带大家转去看迄段渐渐互人袂记哩的精彩骹球年代，千万爱会记得想看哦！若是介意咱的节目，会记得按赞、分享给朋友、订阅，阁有拍开小铃铛哦，才袂漏到上新的节目。咱后一摆再会，拜拜。台语学一摆，日日都精彩。大家晚安，欢迎过来到台语学一摆的时间。拄则咱看了全中运的故事，敢有感觉运动选手的精神值得鼓励？今仔日咱要来介绍一寡伫故事的内底有出现的台语字句，也是甲运动有关的台语哦。第一个上顶，顶一集嘛有出现这个字句哦。咱有讲到蔡胜亮是个偌济其中一个上顶。这集咱要讲到今年的全中运两个重要的上顶。就是台湾甲甜甜。第二个昆新，故事的内面有讲到这两个古水的上顶，台湾甲甜甜，看起来那亲像是浮伫水面的昆新。可能有一寡朋友毋知影什么是昆新。昆新是常常出现伫台湾西部沿海地区的地名，譬如讲南昆新是伫台南北门，是出名的王爷信用中心。昆新里、昆新社区伫台南常常看到这个名，但是大家敢知影为什么这个沿海地区会常常看到这个名呢？其实昆新原本是在指海墘凸出来的沙地地形，伊的形若亲像鱼的脚趾片，也是身躯，所以古早人用昆就是大鱼的意思，甲新就是鱼的身躯来号名。第三个分享，分享就是将物件分予别人，也是将消息报予人知影。咱伫故事的内面，常常听到这个字句，譬如讲，分享这个节目予朋友，嘛常常听到讲，我今仔想要分享什么款的故事予大家。第四个轮流，故事的内面有讲到，全中运的举办真特别，每一档是所有的县市。大家照顺序三体换来举办这个重要的比赛。第五个竞赛，故事的内底有讲到比赛甲竞赛，但是大家敢知影比赛甲竞赛有啥物无同款呢？比赛这个字句伫生活中较常常用到，
是咧指一般的比较，毋管是体育、才艺，还是学业。若是讲到竞赛，比较底较正式的用法，通常用伫较大型，还是较专业的比赛，譬如讲学术竞赛、作文竞赛，还是国际运动竞赛。第六个，体育。拄则的句咧，讲到体育比赛，体育常常是咧讲运动、锻炼身躯，还是体能的活动。最后一个，活鱼潜水，今仔日讲的主题是运动。咱拢知影，运动选手会成功，拢是因为因毋惊困难，努力向前，一直克服阻碍，所以才有办法成功。活鱼潜水这个俗语就是咧讲毋认输、毋惊困难、努力向前的意思。潜水的华语就是逆水向前的意思。练习时间，第一个上顶，上顶，上顶。第二个坤身，坤身，坤身。第三个分享，分享，分享。第四个轮流，轮流，轮流。第五个竞赛，竞赛，竞赛。第六个体育，体育，体育。第七个活鱼潜水，活鱼潜水，活鱼潜水。好咯，今仔日的台语学一摆就到这，大家爱会记得练习哦。啊，对啦，头一季送互台湾囡仔的故事，若还未看过的人，嘛会当搁去找来欣赏看卖仔哦。连结会搭伫影片的下面哦。今仔日的学习就到这，感谢大家收看月娘阿嬷的台语教室。咱后一摆才搁再见，拜拜。风吹你拍手，目睭弯起嘴。
这咱的土地，咱伫这长大。台湾，咱又是打拼。1945年，台南的中央中学校球队以亚乐队胜利，得到全岛的冠军，代表台湾前往日本大阪参加第22回全国中等学校骹球大赛。竞赛场地就伫嘉义园南运动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队以台湾人为主的骹球队伫嘉义园比赛。1968年，对台东的红叶消防队2支精彩的红不论以7-0的比数打败了日本关西联队啊！星星牵手。